大家好，今日呢，我同大家收集嘅係史延強客家話嘅拼音。係學會拼音呢，設計師啊，看音標啊，就曉得讀啊。像頭個你入小學嘅時節，就學嘅注音符號強用。音標呢，要當到重要性啊。做埋呢，我哋學音標啊，學語能力認證，當然要考試哈。中國級呢，佢嘅總分係300分，假使今年有人考係280分，不過數到成績單嘅時節，發現想通過中級聽聽，也係為到乜解呢？也係因為呢，通過嘅中國級嘅規定地個有規定啊，書寫測驗地個啊，音標也睇題啊，分數做唔得係0分哦，冇啊，其他睇題都寫錯嘅。那係呢，想得到中級，安尼係咩當大賞呢，當可惜呢？好，還有人講，既係音標穩，不過呢，一漢字係看唔識啦，一看唔識漢字佢所表示嘅含義嘅用法，就冇法度表現嘛，錯冇？比如講，而家大家看到一隻詩，你講看唔識一隻詩。唔啲客家話用嚟讀嘅有用版呢，大家唔識寫，報名嘅你客家話中級、中高級嘅能力認證，你就做得呢得到學語中級、中高級嘅詞彙，學業費會有一本安尼詞彙嘅教學嘅材料，大家呢就都做得到有地位呢，看到漢字嘅用法，漢字嘅寫法。韓國呢，我有一個隨身貼，底部呢我有個發音，不說大家就做得都不卡呢，拿出來練習，拿出來看，拿出來彈，你就有看你寫也是，你就看你寫也是，你就做得去練習拼音，不說拼音條碼重要，第呢你做得對應學語能力認證考試。也當重要當然呢講，我當我講客家話呢，客家話講得當好呢，唔過我考試就會考唔過，那正常就會出到音標嘅問題，做唔得0分嘛，故說音標學會咧，你學語能力認證考試呢，你就會考到第二呢，既然呢刺繡韓國呢專業相關嘅文獻，然後讀書就做得唔曉得呢個呢要會拼音，你做得可能是拼音，係韓國第3點，你愛教學，也係愛教書嘅人呢，一定愛會嘅，做唔得講，我愛教書嘅人呢，講下，愛用到拼音嘅時節，結果我生唔會去表演，安尼就唔好啦，好咗音標當重要好。今本呢，我哋講一下考場有幾個目標第一呢，就係認識呢個台灣客家語拼音系統，台灣客家語拼音系統，等下線上呢，會同大家來收集客家語拼音用嚟認識佢，有聲母、韻母、聲調嘅部分，咁樣去看識拼音嘅符號，第二點呢，你就來正確嘅拼寫音標，拼寫音標呢，就做得應對學語能力認證考試，第三呢，你希望大家學會音標以後呢，做得來使用音標來從事教學，刺繡接下來呢，你就正式來進入到主題，我開始講音標以前呢，你先簡單的講一下音節，你漢語客家話咩係漢語嘅一部分，漢語呢音節呢當重要嘅，你也講嘅所有嘅發嘅所有嘅聲講一個詩，一個聲就係一個音節，也大家看到也有一個
音节的结构的表，安尼看到音节有嘛呢？有上母有韵母，韩国呢有一个上挑上挑上挑呢是汉语的特色，上挑是青葱叶的不说大家看到遐表啊，上挑是包括几个音节的上母呢，其独立韵母底本呢有介音、主要元音，含个韵味，做嚟切到廿三个单位，还做嚟切廿三个啲底本呢上挑老主要元音係輕重要嘅，係做唔得咳嗽嘅，係做唔得咳嗽嘅。你發喺一個上音底部聽出會有元音，主要元音，韓國呢就會上挑，亦係對你客家話嚟講啦，三類大家看到一個表咧，上母呢，其係一般嚟講係很多輔音。輔音韻母呢，其主要元音看到佢就係有元音嘛，後尾呢韻味嘅部分呢，佢會有元音，也有可能會有輔音，輔音呢有舌音，含個鼻音，一條部分，大家看到一表嘅，看到一條名詞可能會知道哇。用按難大家放心，一條部分都後尾你來講，開始來看一個符號嘅時間呢，一條學術嘅名詞、專有嘅名詞，大家就容易唔記得佢，不用唔記得佢，因為你呢主要呢係希望大家呢唔看到符號做得容易發音，韓國自家會讀出來嘅字呢，曉得用嘅符號去留意拼寫出來就好咧。故所以看到嘅一個表嘅呢，是相當挑難也係先來本大家有個觀念你寫拼音嘅時間，因為佢係做得切按到嘅結構做得切開來嘅，故所以你要一個來講，一個來講好。對音節有基本的了解，你寫下來就會可以嘅翻譯大家看到也有兩個詞老師用兩個詞來舉例一個係短，一個係矮喺講國語上過一排呢就係國語短，佢會用嘅音標，國語嘅音標呢係用漢語拼音大家看到。聲母的介音呢，u， 主要元音韻尾那拼寫出來呢就會短上挑三聲啲客話呢短，你就看到客話老國語有一檢查咯，客話就冇介音客話就冇介音，你拼寫出來。上母還係的主要元音 o 韻味上挑還蠻講啦就按呢就做得正確嘅拼寫出來下邊嘅愛呢，比愛大家看到國語讀作 i， 上母冇上母，介音冇介音。主要元音韻味 e 客家話呢，客家話讀作愛，咩同樣佢冇上母冇介音，也係本客家看，家下面前你講一個音節底背最重要，輕重要就係一定要有乜嘢，一定要有上挑，一定要有乜嘢，一定要有主要元音，兩個你也就看到，大家看到上母原來上母係做得咳嗽嘅，做得冇上母嘅，介音也冇不見得會出現，冇聽到有出現，
啊，玉米的部分呢，迄份较共款。玉米有可能是黏液，像下尾啊、只蚵啊，蚵丝出现那个玉米就是黏液一，啊，个断丝只丝个玉米呢，就会腐叶，就会腐叶，当然玉米也有可能是无出现啦，也有可能无，上条呢就听说会有诶，听说会有诶，I 过年的 I 啊，上条无写出来，大家都伫后摆你好注音符号啊，一声字的声调呢是省略的其实佢唔係冇上條啦佢係省略叫做上條聽說有主要原因聽說會有聽說會有，安尼大家就了解有基本的觀念基本的觀念。你基本的課程主要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是做得老佢寫出來就做得老佢寫出來。接下來呢，你要看呀從上目開始，上目開始我先睇個題項你基本講的呢，係四言客家話，叫做呀上目八位地方整理的係四言客家話其所有的上目睇下看到也有台灣的漢語音標，上目的部分呢也有20個，20個也包含人上目。大家有看到一表的可能會想，有會緊張竟然有按多個名詞乜個實音乜個順氣唔順氣也對，大家呢唔是緊張，也對名詞呢，你做得先會去了解佢，大家對有興趣有想要了解呢，做得怎樣去，啷個去請資料、請書來了解，也係乜個意思？你基本呢都有課程底部呢，唔可以解釋，唔可以解釋一條名詞嘅意思，主要係讓大家了解一條符號怎樣會讀大家看到符號做得怎樣會寫我想我來講呀上目，我先問大家一下。大家聽說會乜嘢呢？會注音符號，好冇？你都詳細都睇注音符號，聽說係大家有學過嘅，故所呢，我想，你講嘅上目想大家呢，習慣度來聯想到注音符號，來，第一個你都前面檔照片看過來，第一個你嘅鬆脆唔鬆氣嘅聲音，第一個音，你看到呀，像英文講嘅 b 你就係乜嘢呢？就像係過年嘅注音符號底部嘅 b， 錯嘛？你看到呀隻符號，你就會想要念乜嘢？詞言你就會想要念 b， 詞言會想要念 b， 同樣嘅隔壁一隻音，你可能就會想要讀乜嘢呢？你就會想要讀 p， 你就想要讀 p， 也係詞言呢，有學過注音符號，有學過英文，也簡單嘅字母你看到佢詞言會想要讀，自然就按嚟讀。隔壁咧，你會讀乜嘢呢？你就會想要讀 m， 你想要讀 m， 一條嘅 b p m， 一條發音嘅方式，發音嘅方式，就攞注音符號嘅 b p m， 同樣唔是那麼去學，我用嚟學，用嚟讀，真係正確嘅。其實你就讀咗注音符號底部嘅 b p m， 你就會正確嘅，完全同樣，你看下來。都免當啊，你讀下來b p m， 下尾咧就係乜嘢 f， 隔壁一隻寫做像英文嘅 v， 英文嘅字母v， 你咪讀做 v， 你讀做 v， 下尾咧大家做得樣呢？
都当方看下来，当方看下来，迄本呢来一个一个让大家小解，也得表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看到佢就知道是知道怎样的图，下来係的，你看到写做像英文字母写做 D 嘅，佢就唔會用嚟圖，唔會上去圖的，你就上去圖的，隔壁咧乜嘢咧？特什麼？不然你係圖下去的特呢了，也係記3號，再下來也好，我會圖乜嘢咧？佢寫做 Z 嘅，英文字母寫 Z，佢你也留意圖做字，隔壁也寫 C， 你就會圖做乜嘢？圖做吃。個隔壁也在英文字母寫 S， 你圖做思，不過要上面呢要一組，你圖做支吃思，支吃思，那下尾英文字母寫做 J， 你留意圖做 G， 隔壁 Q， 英文字母 Q， 你讀做7，個隔壁也在英文字母 X， 你讀做C， 就係關於注音符號講的 G7C， 就像我哋家講的唔是去用嚟調整，唔是用嚟去強調，就係你調擺細細是一個好嘅注音符號嘅 G7C， 按你發音就會正確嘅，講下來也好，前面前也在係歌，看到英文字母寫 G， 也在是你了解讀做歌，隔壁英文是寫科，寫 K K， 你了解讀做科，過來也在呢，可能有解釋一下，你看到寫 NG 佢會看做一個符號，一個符號，唔好想講係兩個符號，因為呢，字母有限字母有限不過呢，也在上母呢，你係用 NG 來描寫，用 NG 來描寫，係一個符號，你用嚟通呢，通做就係你講愛係客家人嘅愛，呢個愛嘅上母也嘅音，然後下面當看到嘅 V 英文是寫做 V 嘅叫做 V， 也係條擺注音符號注音符號底背冇嘅，也兩個音係冇嘅，不過論證講起來，正經可以學咧，就要兩個音，大家可能要較注意一下其他嘅呢，就係注音符號底背就有嘅，就唔是用嚟去學啦，好，我讀過嘅，下邊呢有一個呵，看到英文是寫 H， 佢係讀做呵，讀做呵，好，呢就19嘅，迄連順口還有個人上母，就講剛才面前有看過，迄講上母叫做 V 嘅，冇上母嘅，你就很多人上母。你剛剛迄個中強音設備，基本大家就有個了解，再來就來一組一組，然後大家小解。第一個呢，你先看到順音，順音，有很多順音就會講主要嘅發音嘅個方法吧，會用到最順順音，順音呢，你看到也有5個，b、h、m、v 什麼b、h、m、v 也有記憶所每一個聲母，你就留意記兩個字嘅，他也看到 T 嘅也 b 像 T 嘅是乜嘢保護嘅保，你就按你拼寫
你就先吃糖款啊，你要讲，唔要讲呀，保湿，迄个上母迄咪就会保呢。你相信迄要讲的人呢，你下唐老师安尼讲唐先生安尼讲，你就有感觉到从我面前迄个发炎会发伤的嗰个部分就会保。还有一个就是拔一拔脱拔，什么发伤的部分，迄咪脱保OK。过来呢，破，你剂量的你的，比如讲皮，你皮肤的皮，你通会出来，你可不可以讲皮，你就会感觉到我擦面前上母就会破皮，下尾就是排，你免会感觉到面前个上母呢就会破上，唔会擦破排，啥来么？你用量的你的买你有看到量的是面前的个上母就会么隔壁用辅有看到一的发音呢就老的嘴唇你松排的牙齿会略略的咬到下背嘴唇像太难读嘅注音符号就会安尼读的嘛所以发辅读起来就滴嘅隔壁咧的发音呢，老嘅呢同上腔，咩松排嘅牙齿会略略的咬到下背嘴唇不过呢老呢嘅上音较强一些第二种嘅是五个弯也就上母呢较特别啦，其实呢迄后背嘅原因嘛主要係烏原因佢強化來嘅啦不過黑化嘅就無上母呢係較特別嘅因為海耳方言冇安尼上母像安尼過年地度就冇過年地度就冇不過剛才面前講注音符號呢地背就冇一個上母就冇一個上母也就你學試一下講話嘅時間特別較注意一下就會三來呢係塞醬音塞醬音呢有分做兩組，一組係塞醬前音一組係塞醬中音因為講塞醬前音就係你咧三馬嘅面前去講嘅味素佢面前呢會接觸到鬆排嘅牙齒塞醬中音呢就係三馬面前較後背一些嘅味素會接觸到鬆排嘅牙齒同樣大家講嘅一部分大家唔是聽手理也唔是用嘅記憶唔是記憶嘛嘅塞醬前音塞醬中音一兩兩次唔是記憶你就看到符號會讓你讀出來韓國呢看唔會讀用嘅然後唔會讀嘅東西然後拼寫出來安尼就好嘅看塞醬前音有啥咩大家有講過家有講過看到英文是寫做 Z 同埋呢讀字家講英文是寫 C 同埋同吃英文是寫 S 同埋讀思
或者呀族就会支持诗啊，支持诗啊，没强调就特别学注音符号讲的支持诗不是那么容易好。记忆呢，你看迄个按奏的奏大家都会讲奏按奏。给你做的时间，你就会发现，面前这个部分就会支奏嘛，你看到做面前就会支的上，下尾足部嘅足，咩支的上，都会上嘅尾数，过来呢，看到菜，菜花的菜，也菜嘅发上嘅。味素呢，咩吃，就会吃，下尾臭，发臭，嘅臭，你的发上的味素就会吃，吃，过来看到湿的部分，像沙，有冇？有知道冇？你读沙的时间，面前系咩湿的上，下尾散就会湿的上，鸦片的记忆呢就会当简单的，当简单的记只诗，大家看到诗就会读的，不说大家都会练习的时间，你都会记的时间你就用呀简单的诗，用简单的诗去记，三号的呀组杀讲重音。也系的特呢了也组就会的特呢了大家看到英文诗下 D 就会的比如讲大点弹得出来大跟面前就会的点呢发上的部分没的英文诗下 T 就会给你读作特读作特像头拿嘅头拿嘅头韩国下尾甜你就吃到做在吃到面前呀就会特上像特别学注意符号应用隔壁嘅喺埋英文诗下 N 你读作呢像埋 呢你的呢下尾有个奶因为它还没弹得出来面前发上的部分呢就会呢隔壁有个英文诗下 L 其实通作把来了读作了比如讲落撸大家都弹得出来了嘅上一只符号呢係大家算較簡單的唔會彈差大家寫沒乜問題了係真簡單的因為佢當名片你試驗法呢老了呢唔會交叉像好多法呢呢老了有可能就會落向下好多法呢了因為係冇乜會分佢分唔出來試驗法唔會呢完呢按呢真簡單唔會通唔錯也實講音下背呢也係也做很多三面音三面音三面音呢有三個看到有三個就會 G、C、C 大家看到呀英文詩下 J 讀做 G 比如講加加錢的加下尾加音加過來一片叫做英文詩下做 Q 你留意讀做七讀做七
比如讲嘛呢，骑骑，下尾也就是抢，好，种抢也迄动接讲的诗啊，你就吃糖看啊，抢，糖会出来，面前也上位味素还没通过吃，好，过来，第二张英文诗下 X， 你通做 C， 你通做 C 像呀洗片的洗洗片的洗，下尾啦香，香嘛该香松香的香面前就会洗洗个上刚才面同大家讲过 G7C 呀注音嘛，就会你读注音符号嘅 G7C 古时候也唔是嘛个好啦尾音呢有一个就会符号JQX 对大家来讲也就有较难去联想啦因为当然讲其实 Q 老7音样的联想都强下呢也当然佢有啲上音嘅原理都伫背啦也组呢就变成大家呢就是可能可以用到嘅形去记JQS 然后给记做 G7C 按你就差不多也注音呢，不过也注音呢，大家会发现应用按度佢嘅 JQS 后尾听说会接嘛来接个 E 接 E 嘅音也系 E 嘅主要原因因为佢有佢嘅历史嘅来源不过西研发也注音 JQS G7C 佢后尾呢听说会接个 E 会接个 E 也咩喺大家可能會小可注意嘅其實你在拖嘅時間呢，你就會給拖出來，你就會彈得出來加夾齊搶齊香，總它就有 E 嘅聲都後尾都有 E 嘅聲。所以你在寫嘅時間，或拼寫嘅時間要記得JQS G7C 後尾呢，聽說會有 E 好，最尾一組很多塞緊音塞緊音包括喉音喺你面前喺老喝一隻音迄邊都喉音啦不過有的人呢老也喝要看做迄塞緊音有時候你就向下邊都也也四個音分片迄嘛歌科樂呵歌科樂呵特別學注音符號的時間歌科呵咩一組嘛大家講到懂順啦就會歌科呵有時候你就都也不用向下來講好呢個呢就英文詩寫做 G 讀做歌讀做歌比如講果當果也念當果果叫長長叫嘅叫咩突然彈得出來面前就會歌嘅聲隔壁有隻英文詩寫做 K 你讀做科也咩冇困難因為你喺特別學英文的時間也就是英文詩咩讀做科不是你看到佢呢刺眼就會想講我讀科刺眼就會想我讀科比如講乜嘅孔韓國下尾也就是強你咩彈得出來面前嘅科嘅聲隔壁一隻就會加喺面前你講嘅先下夾把油過泥膜嘅也就對個注音符號地位好唔多
哦，安尼好唔多诶。不过迄唔会讲学吼，太气也就送咧，咩无嘛问题啦吼。甲我讲，也就迄你讲爱啊，叫做啊吼。除了爱咧，还有其他你诶无有，看下，比如讲牛啊牛，还讲牛，叫做吼。你发送诶时间咧？送都拿出来呢，送尾都后背吼，你送嘛的后背吼，所以即个感觉会出来吼，个的送吼，的送吼，记的时间就会像牛啦、爱啦吼，也就会动接用到的诗啊吼，安尼就记会起来吼，好，最尾一张喝，好，英文诗下作 H， 安尼读作喝。你读作喝，比如讲河巴嘅河，河巴嘅河，鱼毛嘅鱼，也在面前的上午呢就会喝，就会喝。OK， 也谐音英国没冇嘛问题，除了以外呢，注音符号就没有，有没有，有个喝，OK， 好，上午就安尼就讲过去嘅，都从头搁讲一摆，就什么？支吃思，鸡七西，哥科呢喝，安尼，中下嘅上午就会按读啦，太体对。注音符号底背呢，就有学过诶，它是全部有学过诶，除了老以外，不过呢，先讲一下大家有知道咯，喺到面前啊，唔系记得面前讲诶那先讲一个音节底背呢，乜个青葱腰啊，主腰年音青葱腰，上挑青葱腰音节呢，一定会有上挑，一定会有主要原因。你家都读嘅，读乜啊？读上午呢？點樣會有上音呢？喺冇主要原因嘅時間，就睇唔到上音啊，睇唔到上啊。不錯，影片呢，做啲同大家分享嘅小範嘅做啲大家輕鬆一下。頭擺細細嘅時間啦，學注音符號啊，你先常教你 b、p、m、f 咁啲大家有安尼印象無？做幸福卡，阮阿爸、阮阿妹，也注音符號樣會讀啊。阿爸阿妹會讀嘛？佢會讀嘛？佢讀 b、p、m、f，唔知大家有安尼印象無？頭擺我係想奇怪咧，先常講 b、p、m-f。用阿爸阿妹波摸波咯，算係蠻唔錯係蠻唔錯大家係有了解你就會知。家你看下上午啊，後尾呢聽說有隻嘅乜嘅，伊聽說有隻嘅主要嘅原因啦，無呢上午呢無上嘅啊，睇唔到上啦，像 b、p、m-f 啊。佢後尾啊，佢食嘅嘛，食嘅嘅送啊，你阿爸阿妹佢哋學嘅時間咧，後尾食嘛，食嘅嘅送，嗰個佢讀起來就會變做波摩佛啊，像支持思也上面音咧，後尾咧就會食嘅日食嘅日支持思咧就會甲老太太講嘅。支持思也做後尾就會食一個 ES 你發出來就會同你做上音，無呢就看到最顯